tanusok kainian ni tahaw paturutan ho ako chikachaw China 来说明sa pinang ititaanan好arin kachaw sualan ho kami。好，那谢谢吴老师。那个大家好那我们依照我们上个礼拜的进度继续讨论这个教材编辑的部分。那可能有新的成员那我还是简单说明一下这个礼拜一跟礼拜二的我们的线上讨论会它的主要的目的跟功能。那我们礼拜一基本上是我们的教材编辑的活动，那礼拜二是我们阿美族知识体系讨论的活动。那这两个线上会议有什么关联性呢？我示范一下给大家看。大家看这个网页我看一下。今天比较同步了。好，你看到我们现在这个编辑网页我回到那个前一页。这个我们这个是阿美族的教材编辑那个页面它主要是用那个维基百科的程式，但是它不是在维基百科上面它的那个网页的程式是用维基百科的那个架构所以看起来很像维基百科那但这个网站是架在那个个人的伺服器我是请一个工程师帮我架的。所以这个算是一个私人的网页那长得很像维基百科。那我们这个网页主要是作为那个教材编辑之用。那另外也有其他的功能也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说它做我们礼拜二线上讨论会议的原住民族知识体系建构的平台。那这两个就是一个是教材编辑，一个是知识体系。同时放在同一个平台的目的是什么呢？好，我来示范给大家看未来如果我们这个教材编辑的够完整之后比如我点进去假设这个今天我们要讲的部分，那我们每次都会有构词会有句型会有时态会有很多例子那每个例子里面因为你架构在这个维基百科这种程式的网页它就会有超连结那我刚刚有提到我们的教材是编在维基百科，我们的知识体系也会编在维基百科，那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看一下这一句你看到我把这个框起来这一句是这位小孩拿菜其实这个句子很僵硬没关系，为了造句米阿拉古尼阿娃娃读沙凳好，大家看一下这一句，这个沙凳是不是有颜色它下面有那个底线表示这个有超连结。那我们一般在教小朋友那个阿美族的句子的时候，比较少教到文化的部分那你看如果你教他这个句子教完之后，那小朋友说那阿美族有什么菜呢？你这边不是有个沙凳吗？它可以连接，你就给它点下去点下去你看它到了我们礼拜二的讨论，就是知识体系建构的部分。那你会在知识体系建构的部分看到有这样的编排方式，有采菜的人采菜的工具采菜的时间地点还有菜的种类好，那我们就进去看，如果是小朋友想要知道或者一般人想知道菜有什么种类呢，就点进去。哇，你看那么多种类有第一个打图更吗？萨玛、鲁骨这些都，然后一直往下滑，哇，怎么那么多？那阿美族的野菜这个都是我们线上去年很多的伙伴、老师，还有一些文化工作者一起编辑的成果不要以为这个天上掉下来的，这是大家讨论出来。那我们今年度也是会持续的讨论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就是说如果你有兴趣的话，礼拜二也可以上线跟我们一起共同来那个建构阿美族的知识体系这样可以理解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两个部分就是族语教材的部分
跟阿美族知识体系的部分做一个连结哦，这样大家有理解吗？上个礼拜如果没有听的话，我再解释一遍哦。我怕大家不知道礼拜一跟礼拜二的线上会议的目的是，我们不是课程哦，是会议哦，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一起来旁听哦，一起讨论。那礼拜三跟礼拜四哦，原则上是报名制，它是真正的课程哦。礼拜三我们是翻译课程，礼拜四是那个阿美族轻松学的课程哦，是比较那个程度比较没有那么好的哦，可以上礼拜四的。那你如果程度比较好的话，就上礼拜三的。那原则上已经报名截止了哦，那个是有报名制的，所以一般旁听不行哦。那如果你真的觉得很想听哦，那你就来先跟我们礼拜一、二一起线上讨论。那礼拜三跟礼拜四的课程，如果第二期哦，如果开放报名，就赶快报名。那原则上我们会征求老师的意见，说如果他能够放宽额度了，就是旁听的额度哦，大家应该都有机会。我们先试试看第一期的效果啦。如果旁听不会影响到正课的话，那我们原则上第二期就会比较宽松一点。好，那我们这个部分 OK 了哦。那我们来回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内容。那一样哦，我们这个 SOP 哦，就是第一个部分我会请马美惠老师先念，然后大家一起讨论，然后再来请吴连成老师来帮我们做结论，这样子哦。好，那美惠老师有在线上吗？有。 OK 哈，那美惠老师，因为我们不知道马里盖老师有没有在线上？还没看到。哦，那没关系。那我们首先我要谢谢马里盖老师哦，他上个礼拜在我们会议结束之后，他跟他的父亲询问了我们上个礼拜讨论的东西，他有给我一些想法跟建议，我也是蛮能够接受他的说法哦，所以我已经把上个礼拜的部分稍微修正了一下哦。好，那我们等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修正的部分，不过我们先稍微复习一下哦。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上个礼拜我们讲这个主格的指示代名词的由来哈。我们一般阿美族的主格啊是姑、都、尼、扎、基这些东西哈。那阿美族的指示代名词呢，就是这个那个啦哈。如果你英文不是很好的话，这个那个就是指示代名词哈。那阿美族的这个哈，我们来看一下，我框起来这个部分哦，是我们的格位标记的姑。加上阿美族这个妮，阿美族讲妮的时候，就是指这个哦，所以古妮它变成主格的指示代名词叫古妮，这样懂？知道怎么来的哦？不过我跟你们讲，坊间你可能找不到有人这样讲哦。这个是某一个老师他有一次上课提到了，我是借用他的说法哦。好，第二个。古拉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主格古加拉哦，拉阿美族就是那哦，那就是拉啊，迪拉以迪拉那个拉哦，就是那古拉就是主格哦的指示代名词。是不是有人在讯息的留言啊？没有哦，我刚怎么好像有看到有人写字？好，那第三个古亚哈，就是孤加亚哈，那个亚。是比较远看不到的那个亚，古亚就是指示代名词的哦。这个如果你没有概念的话，像看起来是不是有概念的？一般我们以前都会古尼、古拉、古亚这样子背哈。事实上它是孤加尼、孤加拉、孤加亚。好，我们这个稍微讲一下就好了。那个美惠老师哈，你再帮我一次哈，帮我念那个例句一，还有。1之1这样子就好了。还例句一，米阿拉古尼阿娃娃杜拉邓，这位小孩拿菜。1之1，米阿拉古纳娃娃杜拉邓，这位小孩拿菜。注明这里古尼啊古纳缩写。好，第一个我先问美惠老师哈，我们上个礼拜的那个缩写哈，跟这个礼拜讲法不一样，因为我是根据马里盖老师他
父亲的耆老的说法，说我们上个礼拜的那样的推论有一点点怪怪的。那我今天稍微修正一下，比较符合那个更老的耆老的说法。那我问你第一个问题，古尼阿是不是那个缩写就变成古纳，是不是这样？因为你看古尼阿是不是念很快就变成古纳？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子来的？古尼阿古纳，古尼阿娃娃，古纳娃娃，应该是呢。是好，嗯那美惠老师 OK 那其他我们开放讨论其他人对这个古纳的来源是不是古尼阿的缩写造成的？其他人有没有不同的意见？照原来很清楚的说是古尼阿娃娃，这样我们会听。如果很快的说古纳娃娃，有可能也有这个感觉。好像那你看那个古尼阿念快了就变成古纳，古尼阿娃娃，古纳娃娃，而且是意思是一样的，意思一样嘛，对不对？没错因为我上次听到有人把古拿翻成那个逻辑上如果他是古尼阿变来的，他应该是翻成这位才对，对嘛所以古纳我们翻成这位或这个没有错大家有没有意见？其他人可能不好意思发言，没关系。那个吴老师如果有帮我们下结论，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好，那个美惠老师，你再帮我念第二个。还1-2，米阿拉古尼阿娃娃杜拉邓，这位小孩拿菜。注明古尼这位，古尼尼就是这位，强调的意思。对，老师，我这边想要问您，你认同这个说法吗？古尼是这个，古尼尼就是强调是这个，是这个意思吗？加多一个尼，是不是有强调的意思？还是没有那个意思？有强调的意思。比如说我们要跟人家讲一遍，然后他又不知道，说古尼尼，我们会这样加强语气，会强调的意思。多讲那个尼就是有一点强调的时候，古尼尼这样子就古尼就是变成比较没有那么强，古尼尼就是比较强调。是还所以这个逻辑是对的，是不是？应该是。应该是平常会重复的每次讲重叠然后重复都会有那个加强的意思。OK。那我再问第二个问题这个我是听到另外一位也是算是我们的比较专家学者型的族语的那个博士级的，他说古尼尼有可能是指2个以上，就是中文要翻成这些。请问那个美惠老师跟那个吴老师，你们认同这种说法吗？比如说古尼阿娃娃是这位小孩，古尼尼阿娃娃是这些小孩，可以这样翻吗？这种说法你们认为 OK 吗？我的想法是说，古尼尼阿娃娃就指一个，就是这位小孩。就是强调是这个嘛，是强调。OK。其他有没有人对古尼尼有那种复数的感觉，就是2个以上的感觉？古尼尼如果是应该也要讲古尼尼啊哇哇哇哇才对啊我们2个人以上的孩子，我们都会哇哇哇哇这样一些。所以不会说古尼尼就是那个这些，不会这样翻译，对不对？不会，我们不会说这些。这些的话应该是娃娃那边重叠，哇哇哇哇一些娃小孩。对，我也是这样觉得。所以古尼尼本身就是说很特别指的是这一位，就是这一位这样。OK， 那这样OK， 那这样子吴老师这样下结论也蛮明确的。有没有人其他你们部落的方言别
对古尼尼有别种的解释方式有吗？有没有？没有，太好了。哎，大家不要不好意思啊，因为我们这个是线上讨论的，其实有意见哦，我们反倒是喜欢有不同的意见啊。你说你们那边古尼尼是2个以上呢，搞不好这个也是一个真正有人这样子讲。好，那我们来看第3个哈，那个美惠老师再帮我念第3个1至3。嗨，1至3，米阿拉古尼安阿娃娃杜拉邓，就是这位小孩拿菜。注明古尼这位，古尼安就是这位，强调的意思。好，那一样古尼尼跟古尼岸这两个说法是不是都是强调的意思？那个这边是加岸嘛，古尼岸是不是也是强调的意思？美惠老师，你这边你觉得呢？古尼安有时候我们平常讲古尼安啊，就是这位，就是这个有强调的意思。也是有强调的意思，是不是？对啊，我们平常讲都一定要强调古尼安，要加重。那老师，我问你，你可以分别它跟古尼尼的差别吗？还是这2个其实意思是一样的？我的是一样的，古尼尼、古尼安意思都是一样，有强调的意思。哦，但是有安，也就是在某一个位置上的那个人了。哦，老师，你这边更明确了，它有一个空间的指定的地方，对不对？那个位置上那个人呢？你按，然后那个就是指的那个有一个特定的位置。哦，那这样子更明确，有按的话，表示是一个空间很明确的位置的概念哦。哦，是哦，那可以讲个句子吗，吴老师？对啊，古尼安就是古尼，或是特别强调说在这个位置上，这个叫古尼安，古尼安讲，就是在这个位置上的那个安，哦，安也是一种地点，也是时间方位。哦，那古尼尼所以就是古尼是很强调是这个人，这个的这个东西，这件事这样哦。古尼安是那个位置上那个。古尼安就是位置上的。古尼安通常我们是时间位置嘛，那大概也就是那个位置上的那个东西。古尼安。哦，原来是这样。想法是这样，你那个安的话，还讨论一下，还有没有别的？要讲明确一点。吴老师有提出那个有按可能更明确有那个空间性或时间性，就是这个意思嘛。如果那个人在那个某个位置定点很明确的话，你会指着那个古尼安就是那个这个对，那个位置上是那个地方上的。我把它用编辑的比较快。好，那其他有没有人那个有不同的看法呢？就是古尼尼跟古尼岸，因为我们现在讨论是教的比较细节的部分大家不要来这个以为我们要来上课没有，我们事实是在修正我们已经编的一些教材用最正确，然后就是最大家能够接受的语感的那个说法那各位，如果你们部落有别种的那个语义都要提出来因为这些东西有没有未来可能就会变成一些共享的教材。我现在就直接在上面改。好，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再往1至4那个美惠老师再帮我念一下1至4。来，1至4。对，米阿拉古尼安朵拉邓，就是这位拿菜。注明古尼安阿娃娃，就是这位小孩。古尼安就是这位小孩，代替主词。好，对，
那个美惠老师，我问你哦，比如说我跟你2个人都知道是这个小孩啊，我们讲话的时候会不会省略那个啊哇哇就不念了？就是说，对，你阿拉古尼安杜沙登，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拿的，就是这个拿的这样子，米阿拉古尼安杜拉邓，米阿拉，就是这个拿菜，就是这个，就是这位拿菜，那个啊哇哇可以省略吗？我想一对，下，米不知道阿拉古尼安杜拉邓美惠老师，你觉可以哦，得那个古尼安可以单独用吗？就啊哇哇就省略掉了。可以啊。比如说这个小孩拿菜，别人问我他来干嘛？米阿拉古尼安杜拉登，这位是来拿菜的，可以这样讲吗？可以。我们哦，在口语上也看到嘛，是这样。在现场有看到就可以省略。所以那个现场2个人看到讲话的2个人，他们都在彼此知现场，道是谁，在现场就会省略那个啊哇哇嘛。对啊，嗯，我们会说， OK 因为大家都在现场看到那个被指的对象的话，可能会为了习惯用语，就会直接就这样，你按就不会说，这个就不用在后面再加嘛。古尼安阿丹照那个就不用特别讲嘛，这个啦，古尼安就可以了。可以啊，不用特别强调，看得到的时候就是在现 OK 场，像我老师讲的。 OK，所以那个古尼案它可以单独去代替那个完整的说法，对不对？不一定是娃娃嘛，是任何东西也都是啊，是哪一对对个东西？对，因为我们这个啦，这句是娃娃嘛，所以不一定是娃娃，任何东西或任何的人都可以嘛。这个可能的口语化我们会这样说了，口语化会这样说嘛，对不对对啊，？然后文字化就不一定，因为我们看不到啊。但是文字化你必须要完整啊，古尼安拿娃娃对对对口语化我们都在现场看到，就古尼安这样。哦，就是这个啦，就是这个啦，这样哦。对对啊，那今嘛古搞拉汉尼嘎造，古尼安古尼安，古尼安的该音就省略掉了，这样。对啊，古尼安，对，所以可以嘛哦，所以它变成是一个很，就是可以代替一个完整的说法，不过是比较偏口语会这样讲哦。口语化会这样。OK，好，那我们吴老师已经帮我们稍微有这样做说明后，更现场有没有人对这4个古尼、古尼尼、古尼案还有另外一个古尼案是属于那个，它就是那个代替整个那个整个词组的比如说古尼安阿娃娃用古尼案来代替1-1到1-4有没有现场有其他人对这个部分有一些问题或看法都可以提出来讨论的你们在现场不要不好意思耶，就我们像聊天一样，就是大家阿力克怎么还没上？阿力克有时候就这样啊。海岸还没出来，海岸线一个老师，我平常在我以前的认知里面，古纳就是那个的意思。古纳，你认为古纳是那个的意思是不是？对对。哦，所以啊，还是有人会，就是说有一些地方的说法不一定是一致。对，我帮你注明一下。老师，你那边的方言别是比较偏什么？修固兰，不然修固兰。所以那我想问一下米粒老师，那你的古纳跟古拉的差别在哪里？那个可能那个凯维跟古尼那娃娃、古尼那娃娃、古尼那娃娃、古尼那的时候，我们是那个。古尼那讲古尼那就是那个古尼那娃娃。古里娜，老师，你讲的是古里娜吗？还是古尼娜？古尼娜？因为古那我们通常就是那个嘛，也就我的想法是古尼那娃娃，如果是完整句是古尼那娃娃。你说有可能是古，老师我拼给你看哦，是不是古尼？你讲这样子是不是？古尼那娃娃对边那个。所以其实是。我知道这个逻辑了，可能是你们后面直接加个那个纳，古尼纳，
所以古纳有可能是你们是这样子来的哈，古纳等于古尼纳的概念哈。古尼的娃娃。好，没关系，老师，我这个哈，我在帮你找有没有规则哈。原则上我们就异中求同啊，主要是说大部分阿美族5个方言别里面的语法规则哈，其实大同小异啦。单字有时候部落会不一样，但是阿美族的语法规则哈，全部都一样。那我再去研究一下哈，那个古纳跟古尼纳哦，中文翻成那个有没有它的那个，就是说规则可循哈？因为我们现在主要是找到规则比较好编成教材，比较好教学生或是教想学族语的哈。那如果还没有办法找到规则的话，我们先把它当成是一个例外。刘秀兰在举手啊，看他说表达意见。刘秀兰不用举手了，直接讲话了。直接讲话。对，我们不会看那个举手的哈，直接讲话。秀兰直接讲。孙秀兰呐，不是刘秀兰，应该是孙秀兰老师。刘秀兰。刘秀兰。我是海安阿美的，我平常是乌尼阿丹烧是古尼安啊，乌尼安这个有安这个是特定或是东西，不是人。对。乌尼萨就是人。哦，对。哦，秀兰老师，你们那边有岸的话，不会指人，是不是？是这个意思吗？是真东西，乌尼安啊，沙风，乌尼安什么？我说好是糖果之类的。乌尼啊，丹烧乌尼安，好，有个尼加安的话就是人了。如果是我把它标记一下。就是我老师，你是海岸线的哦。对，海岸美。那老师，如果是人的话，就用古尼尼，是不是？这个就一定是指人。乌尼尼阿拉风或是乌尼尼阿丹烧这样子。所以尼尼的话是人嘛，哦。对。我懂你的意思。所以那个岸的话，可能会是指的是东西，但是古尼尼的古尼岸是指东西，那古尼尼就应该是指人哦。这是我们先暂时这样分。好的，谢谢。老师，谢谢你，这个蛮重要的。说不定真的是有这种，其实阿美族语是蛮精准的一个语言哦。它感觉有点像数学，就是很精准。大家可能因为我们这种不太会讲阿美语的，在学阿美语后，必须要有一个比较系统性的材料。我们在整理的时候有发现，阿美语其实是非常精准的语言，非常精准哦，就是快要像数学一样。所以我们以前的老人家讲话一定很精准，可能是后来这个话慢慢的有方言别啊，或者是有中文的影响，就是没有那么精准，慢慢没那么精准。好，那我们刚刚很感谢那个秀兰老师哦，那个不要举手哦，直接讲哦，因为有时候我们那个没有注意到哦，就希望大家有什么想法就提出来。我来做一个结论哦，我来做一个后面的结论哦。刚刚那个米粒老师有提到古纳哦，他们那边是翻成那个。吴连成老师再补充说明是古纳有可能是古尼纳哦，引申出来的哦，衍生出来的意思哦，古尼纳就变成那个。那另外刘秀兰老师刚刚也有提到那个古尼尼跟古尼岸的差别在古尼尼比较是指人哦，古尼岸虽然这两个都是强调，但是古尼尼是指人，古尼岸是指东西。好，不知道以上大家针对我们这样的分析有没有其他的看法跟意见？我这样听起来感觉越来越完整了大家应该也有厘清你们平常咕尼咕啦咕呀那个搞不清楚后面还有啦，这边只是针对这个咕尼而已，有没有问题？好，吴老师应该可以了好，可以啊。好，那我们就往下我先把它储存一下，这个很重要。我们那个吴老师常常讲一句话啦，自己的民族自己救啦。
现在再延伸一句，自己的教材自己编，自己的学生自己教啊，自己编啊。对啊。但是呢，我们编这个教材一定要靠吴老师啊、美惠老师，还有各位老师，你们会全主语的那个语感很精准的才有办法把这个教材编得比较正确好，那美惠老师，我们再继续美惠老师，你来看一下这个，我看一下这个一样的就算了，这个一样的我就讲。都一样。这个如果跟我们第一个概念一样就不讲，这个都是一样的概念这个都一样。如果我们那个主格讲清楚，后面的属格、受格都是一样的概念。好，这个就结束了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人称代名词好，我们人称代名词的部分我们一开始就有很大的问题了我先跟各位说明这个的逻辑也是我参照，也是一个博士级的阿美族大师讲的但是也不一定大师都讲的对了，大家一起讨论看看。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人称代名词如果你英文不好的没关系，人称代名词就是你、我、他、你们、我们、他们一样。人称代名词也有主格也有受格，也有所有格有这些所谓的格位标记阿美族的这个人称代名词非常的那个精准也是架构在主格、受格这些概念上面。好，我们来看一下你、我、他是怎么产生的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基数依据那个专家学者的说，基数它这个是主格嘛，就是一定有一个主格加上什么一数古一数念快一点就变成基数了那第二个嘎固是怎么来的呢？一样，一个主格固再加阿固念快一点古阿固就是嘎固了。好，第三个金辣有的地方叫吉伊辣有都不一样有的地方叫金辣。那它的鸡它这边用的格位标记是鸡不是菇鸡，所以它加的是什么呢？它是加伊拉你我他伊拉那个你可以从这个格位标记的这个架构可以知道，鸡是指特定的那个，有没有发现特定的那个就是阿美族的人就是他的意思，他就是特定的那个。所以你看这个连在一起就变成吉伊拉是我们那边台东的我那个部落就是念吉伊拉我们那边，但是大部分用金拉所以美惠老师那个我们从你开始这三个的主格，我刚刚这样子说明了一遍，你认不认同？基数我们都会讲说基数嘎古金拉，可是我没有办法想象说古基数，像比较专业的老师这样子。老师，你有没有感觉到，因为基数是主格嘛，阿美族的主格是不是都要加菇或者加鸡或者加渣，对不对？对。那你我他如果是主格，他应该也要加菇，对不对？那他菇配一数，那古一数变成是我们基数的由来，你这样感觉起来这个逻辑对不对？想一下呢。想一下，好，没关系。问一下吴老师。这个是某一个学者提出来的大家认不认同？因为后面一样有一模一样的规则，没关系，我们来往下看让大家对这个冲击一下我们看一下阿美族的属格属格是不是 nu ni na 有没有印象？你们如果第一次没有来的没有关系，你们只要记得属格一定要加 nu， 一定要加 ni， 一定要加 na。好，你看我们的阿美族的属格你的部分叫做 nu mi 数，它其实是 nu 加一数，
念快一点，努一数努一数努一数变成努米数了。那努马固是怎么来的呢？是努属格加上阿固哦，叫做努阿固就变成努马固了。那第三个一样，我们的那个呢是我们特定的指定的属格哦，那加伊拉变成你伊拉就变成宁拉，有没有？好，我们再往下看哦，你们一直觉得好像慢慢你们会接受，这个是阿美族人的智慧，你们没有办法想象以前的人到底有多聪明。你看哦，这个受格是不是一定要加都？有没有？那指定的是基。好，你看到一样，我们的你一定是一数嘛？那你还记得我们的受格是不是都？哦，尾巴是不是要加按？对不对？后面要加按，所以你看哦，都一数按哦，变成什么？迪苏难，都阿古按变成达古按，都阿古按。第三个基伊拉按变成金拉按，或者是伊拉按。有没有发现？有没有发现？我们再往下看哦，很神奇哦。啊，这个已经变复数了，我们先看单数，就这样子就好了。好，美惠老师，我讲完那么多后，主格、属格，还有受格，你有没有发现这是有规则的？这样分析的话是有了，有规则哈。你们以前是不是没有想过那个级数可以拆成2个字？没有想过那可以拆成3个字？都没有，都没有想过那么深。请问一下，喂，有没有人看了之后很有感觉的？哦，都可以。我们这个像聊天啊，大家我就是拘束。因为我觉得这样是有依据的啦，对，比较有根据啦。以前的话就级数搞过都没有分解过啊，所谓主格跟受格啊，什么格，那个都我们以前都没有用过啊。原来是从那个主格还有什么格给它把一个单字给它分开来以后，才知道说哦，原来是从这边出来的。这个是我的看法啦。所以小白老师，你很认同这个分解的逻辑哦，因为我特地把主格、属格还有受格一并讲哦，让大家比较不会说好像只有特定一个是这样子有这样的规则，3个都有。它这个就跟我们那个前一个哦，孤加尼、孤尼、孤加拉、孤拉、孤加呀、孤亚是一样的意思。对啊。请问一下，是。那如果那个受格第3行那一行，你说都是用赌的话，那为什么前面还要再加个乙呢？你说受格哦，你说伊金拉按对不对？不是，就是以达古难或以迪苏安难或那个，为什么还要再加那个乙呢？这个我们上个礼拜其实我们有针对这个问题做讨论，就是说，比如说马乌拉嘎古迪苏安难，马乌拉嘎古伊迪苏安难其实差在哪边？上个礼拜其实有一个结论，比如说那个，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喜欢你马乌拉嘎古迪苏安难，这个比较像是正常的讲法。如果你叫马乌拉嘎古伊迪苏安难比较像什么呢？信燕，我举例说明，就有一对夫妻离婚嘛，然后那个他的小朋友要选择其中一个当他的那个监护人，他比较喜欢哪一个，他就会加一个一，表示有选择性、有方向性，就是我比较喜欢在他那边这样子，在谁那边，所以你加个一会比较有在谁，我比较喜欢在谁那边。如果你没有加一，就是纯粹是那个人。如果你加了一，就会变成，因为一就是有点是在的感觉，所以我们后来很多人把有加一跟没有加一把它变成是怎么讲？就是说好像是一样的东西，一比较完整，
没有加一就不完整。我们上个礼拜其实有讨论这个部分了。新燕，我这样说明可以吗？ OK 的啦。可以哈，新燕可以吗？我思考一下。好，你想一下，哦，不然你看看我们上个礼拜的影片，刚好有讲到那个加一跟不加一的差别。那个一其实不是受格的一份子，它是额外加进来的。哦，如果你要这样解释的话，好像这样子的话比较了解。你说如果他不算受格的话，马乌拉嘎古以及板奈样哦，就是说我喜欢在板奈那边。这样你用那个我给你一个字，你会比较理。呆拉嘎古以及板奈样，就是我去板奈那里哈，用你的呆拉嘎古以及板奈样，我去板奈那边，就变成他们为什么会加个一，就会表示一个空间、场所、方位这样子。一是时空的概念啊。所以，如果你加个一的话，那个人的本体就不见了。所以，应该很纯粹的话，应该只有基案这样子，大概是这样。你可以解释为说一叫介系词，像英文的介系词这样。对啦，如果你要硬讲的话，一就是介系词啦，它根本不是个受格，你加个一就是在的意思，这样子翻译最快了。但因为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这个。好，美惠老师，那个你认为这个有规则？那我想问一下吴连成老师，吴老师，那你这边你觉得他这个是不是有这样的规则，让这个你我他我们可以发现他是怎么样构词构出来的？因为我们没有研究过，既然有人这样写论文写这个主题，那我们只能够接受，但是我们不会想到说，我们会讲基数，不会想到艺术这个词，对，不会联想，就不会联想，因为已经定型成基数，变成我们生活当中的基数加固整个这样，所以后面这一部分呢是研究者他分析的，那我们可以接受他这样分析。那我们在句子里面就不会很专注说，因为是这个缘故，它才会变成主格加那个后面的人称或是方位。OK， 那所以吴老师，我们就是接受学者，因为好像这个有感觉有这样的规则哦。那我们原则上是在这个教材里面提到有这个规则哦。那原则上我们还是就记你我他就好了，你只要知道它是主格、受格跟那个属格是这样子变来就好了。好，那大家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继续因为这个算是比较怎么讲比较深的啦，属于学者啦，属于学者研究的。对，学己的研究。因为大家以前都没有这样子考虑过、分析过这些问题啦。分析之后呢，我觉得是应该是这样啊。因为他分析的太细了，我们一开始我们也只知道你就是基数，我们也从来也没有想过说加一个勾，再加一个语助就是基数的意思。我们如果是在学校，我们不可能会这样子再猜很细的再解释给学生听，而就直接教给他们词汇，让他们知道你基数相对应就是阿固，基数相对应就是嘎固，米数相对应叫马固，小朋友就很了解。像尼样跟他们的嘎密，还有他们的就是我们讲的排除跟包含那个。就简单的，我们不要再分得太细。既然学者就这样子，只有我们知道就好。如果真的是想要了解词汇的话，我们就单单就很简单的单字给他们这样子。像这个学者他这样子分析也是 OK 的啦。觉得以上。好，谢谢阿力克。原则上我们这个教材编辑就是把那个原理原则找到
但是大家不要强迫自己去一定要把它记住或接受，因为如果这个逻辑我们大概知道怎么来就好了就是说你就好像我们会开车，不一定要知道怎么修车嘛，对不对？但是大概有知道这个原理就可以让我们比较能够理解原来这个阻隔，你我他也有阻隔，这个这个那个也有阻隔，还有我们一般的格位标记也有阻隔这样子大家就可以清楚阿美族的语言是架构这个阻隔、受隔、属隔这样的概念来。好，那太好了，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在用它的概念在写，我其实也蛮冲击的只是说好像真的有那么一套规则这样子。好，那我们再往下看我们来看那个复数的部分，这边就比较可能会有比较多问题那还是希望大家讨论一下我们沿用刚刚的大家还是我们先用那个比较怎么讲，就是比较开放性的态度去面对其他学者的看法我以下这几个你们可能会更冲击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我们这个是复数的你们、我们、他们你们看一下第一个那个嘎木是等于孤，也是因为它是阻隔嘛，它是复数的阻隔，孤加拿木就变成嘎木。那我们先看第三个那因为第二个太神奇了，孤加一大变成吉大这个是这样来的。第三个长辣是怎么来的呢？是扎加一辣扎一辣有些地方念长辣所以第一个跟第三、第四个还 OK 跟上面的原则很像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排除的我们我们一般不是有排除的那个你我、你们、我们有两种嘛，一个是包含说话的人，一个是不包含说话的人。不包含说话的我们叫嘎密那这个的分类叫做孤，阻隔加阿命。有没有人知道阿命是什么意思？我们呢？阿命也是我们的意思。也有叫我们呢。老师，你们恒春的也叫我们阿命是我们的意思对啊。真的哇，嘎密好像是比较强调，比较强社会关系。怎么讲？阿密的话就是比较有那个什么比较内敛的那种，很含蓄的。我们讲我们做的坏事这样老师，你看一下蔡中涵的字典他这个阿命的意思叫做社会关系。阿命，有没有？mga爱古阿命努嘎萨阿少有没有？所以那个阿命，你在这边的翻译你会怎么翻？小白老师你会怎么翻译？mga爱古阿命阿少，那个是不是关系啊？好像不是呢。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字？阿命这个字。阿密的话，就有时候常常在讲那个是日语啦，那个什么就像纱窗的那种网状的那个阿密阿密。那老师，那这个字呢？阿命呢？你刚刚不是说你们是讲我们？对啊，是我们的意思真的。如果说用另外一个说法的话，都是讲那个什么纱窗亚米努拉亚达纳蒙咱那个窗户的纱窗这样老师，你们说纱窗叫阿命是日语的由来是不是？阿命
阿命呢？他这边是阿命呢，对呀、对不对？对，阿命我没有听过呢。如果是我们是阿密没有 n 的发音哦，呢？没有 n 了，我懂你的意思了，没有阿 n 密，这个字嘛。嗯，好，让我们回到那个阿密，我们那个小白老师说阿密是我们的意思哦，那可能应该是这个字哦，阿密才对哦。啊，我们的意思啊，就是一个小团体呀，对不对？哦，老师，所以你们的阿密就是一个小团体。哎，请问其他部落跟其他方言别的阿密也是小团体吗？我们是网哎，网子也是网子，网络吗？还是网字啊，纱窗的网叫阿密，阿密，不是阿密，哎呀，阿密努拉呀，金阿拉，怎么样？小白老师说要加 n 呢、要加个 n 才你们老师你们加 n 才是网子，对不对？阿密，哎，不对，不要加 n 看看。没有，我不加 n 找不到这个字啊。老师，我的意思是说，那个你们的那个什么阿密是网子，阿密是我们，是不是？阿密是我们，密是阿密哦，是我们的意思哦，不是我们这个团体哦。那老师，我采用你的观点哦。老师，你看哦，那这个哇，那老师你这样就推你这个反而是对的。没有 n 呢？对，老师，如果好，小白老师，你看我现在，你看那个荧幕上面这个，我这边的嘎密是属于排除型的哦，就是说不包含说话的人嘛。那老师，你们的阿密是小团体，也是指我们，是不是？对，是排除其他团体的小团体。声音，喉声音，咽喉音，哎，那个是眉毛叫喉舌音，眉毛，对呀，那个点是咽喉音，咽喉是在喉咙这边啊。对，那个不用吧？吴老师是不是？吴老师，你说不用咽喉音是不是？还是喉舌音？对呀，不用。但我们都你念的时候根本没有那个没有那个音啊。对，就是那应该没有。对。对，阿密。那个小白老师，你们的念法有没有咽喉音或喉舌音？没有哈，阿密这样子。没有啊。OK。哇，小白老师，你帮我们解答这个字的由来了呢。阿密。你看这个嘎密是怎么来的？就是阻隔孤加阿密啊，就是嘎密啊。对呀。那老师，你们的阿密是小团体，有排他性，对不对？有。哇，老师，你可以写一篇硕士论文了。又来了。真的，没有人知道这个嘎密是怎么来的呢？是啊。真的，我跟你100%讲，保证没有人知道。现场有没有人知道？我自己是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因为我没有听过有人讲过啊。但是老师，你刚刚突然说阿密，老师，我想请问一下，你这个阿密，你们平常什么时候用？比如说，我们家的小孩一起做坏事，对不对？对。那个大人会质问说是谁？这样啊，那只能说。只有里边的那几个人都阿密啊，就那个里面的人就是说，那些小孩就会讲说是我们呐，这样啊。他们会说阿密吗？还是说嘎密？阿密哦。是不是有一种说法叫阿密？有一种说法叫全部叫阿密。阿密叫阿密，那变成是包含型的嘞。对，阿密的话就全部啦。老师，你指的全部说我们全部都做坏事，有没有包含那个在质问你们的人？应该是在场的，因为我有听过叫阿密，就是等于我们的意思。
那没错啊。可是是不是排除跟那个全部，我就不知道了，还是就是一部分？因为我有听过阿密阿密就是我们。阿密的话比较少的那几个做坏事的人呐、比较不敢讲说全部都有这样哦，全部的我们。所以你所谓的阿密就是排除的意思。有一点，对比较不好意思讲啦。OK， 不敢讲说阿密，对，不敢讲，所以他会讲说阿密。阿密，我们2个这样啊。对，就在我旁边呢，阿密这样。所以应该就是他不包含那个其他人，就是那几个做坏事的啦。对啊，阿密。太好了，太好了！那个小白老师，你帮我们找到这一个的排除法的说法的由来哈，因为嘎木等于孤加拿木，吉大等于孤加一大，张辣等于扎加一辣哦，这个都跟上面的规则一样哦。除了这个排除法哦，找不到规则哦。老师这样哦，还有老师你的语感很强，还好。海云，我在那个吴明义字典里面，他就有写阿密。哦，他在那边，他的阿密中文怎么翻？我们，然后就是第一人称复数排他性的主格简读法。简读法哦，我懂了所以他这个就是没错啊，对，他就是没有错，他就是孤阿密，他把主格拿掉，变阿密就变成简读了啊，没错。这样。好了，第一人称的代名词。对，我们现在我们阿美族的那个我们很特别啦，就是英文只有 we 嘛，但是我们阿美族有一个是包含的 gida， 就是大家全部的人嘛。另外一个嘎密的话，你讲嘎密的话就不包含。比较有疑问的。对，你讲嘎密的时候不会包含那个跟你讲话的那个对象，它就是有排除那个跟你讲话的那个人。好，大家可以理解吗？那个我们那个阿美族的你我他哦，你看我们光你我他，我们的祖先的构词也是也有规则，它不是创造一个字哦，它是把那个格位标记跟他们的所谓的字根，把它结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字哦。所以嘎木哦，它是一个字哦，它是有格位标记加字根的哦。好。大概了解就好了啦。我现在想要跟大家讨论的就是说，到时候有人如果要问这个字怎么来，就可以这样解释哈。后面就不用再讨论了哈。后面一样的逻辑哦。这个就比较特别了。努阿密也不会变成尼亚吗？努南木。这个好像这个发音就没有办法连过来了。大家，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前面的都可以哦。努拿木就是努加拿木，这个没有错。努米大是努加一大哦，努南拉是那加一拉哦。那只有这个字的它的音哦比较差异比较大，就是那个努尼亚努阿密啊，这个没有喉声音。努尼亚，我们这个尼亚也是排除法，对不对？对，排除的只有我们的了，对，只有我们的。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它的声音不太像。全部。努阿密，尼亚不太像。这个我们在讨论哦，这个的连音就不太像了。有没有人可以？应该很难呐。我们这个，我再去问那个学者哦，有没有可以解释的？上面那个小白老师帮我们找到答案了哦。嘎密等于孤加阿密哦，这个而且吴明义的字典也有提到阿密这个字。那现在尼亚就是这个字不知道怎么来的，怎么念成尼亚的，怎么念出来不知道。好，我先标注哦，这个我们就不用讨论了，这个太难了。
好，其他的比较没有问题哦。我先把这个都改一改哦。哎，小白老师，谢谢你呢。对啊，那也谢谢米粒老师去帮我们查吴明义老师的字典。哦，这个都是你看，其实都有，它这个都是有那个什么，有那个规则的哈。这个都我都顺便改一下哈。大家对于这个哈不用花，就是说觉得好像太深哦，我们只是简单的把它的规则稍微让大家知道怎么来就好了。至于那个要不要把它变成那个授课的内容教学生，不尽然啦。你看你教的对象，如果你是教中高级以上的，你可以告诉他有这个逻辑这样。好，太好了，我们就这个也 OK 了哈。好，我们来进到下一个比较特别的。等一下，我们大概会花很多时间讨论这个部分哦。这个部分其实是比较怎么讲，比较需要大家共同讨论的。韩人好，好了，我们那个8:03嘛，我们8:13回来，我们讨论概念4之3哦。好，那个我们先回到那个前面的那个指示代名词的部分哦，先给各位稍微先看一下，刚刚我们有提到的部分哦，来延续这个部分，因为这两个关系是比较接近的。今年看看，好，我们回到格位标记哈，你看哦，我们43之2是指示代名词，43之4也是指示代名词哦。我们先看一下，复习一下刚刚的，我们刚刚讲那个古尼、古拉、古亚哈，这个就是指示代名词，这个那个哈，还有分远的跟近的哈。那它怎么来呢？孤等于孤逆等于孤加尼哈，孤拉等于孤加拉，孤亚等于孤加亚啊，孤亚。好，这个很简单嘛。其实这个比较那个就是这种清楚哦，因为孤尼它都没有省任何一个字。好，我们回到这个，我们常常有听到口语里面会有人听到吉尼、吉拉、加哦。不一样，不是古尼、古拉、古亚，是基哦。那我们是怎么来的呢？美惠老师，你帮我先念一下这3句哦。来，句子比较。对。米阿拉吉尼阿娃娃杜白树，这里这一杠是死的小孩拿钱，这样解释哈，可以哈。这里或这时，对对对。这里或这时，我少写一个这。好，1之1，米阿拉古尼阿娃娃杜白树，这位小孩拿钱。1之2，米阿拉古娃娃杜白树，小孩拿钱。好，美惠老师，你帮我看一下这3句啊，中文的翻译有没有错误？能好过。米阿拉古尼阿娃娃杜白树，古尼，我们古尼不是这个吗？这个人的话，我们就用这位了，因为单位的话，中文人跟那个东西人用位。这位讲可以，这个对。这位小孩拿钱。对。可是你这里是写这里，这是。老师，你是念1之1还是念1啊？你不是问我吉尼哦，这里对，好，看错了。好，1之1的话，对，1之2，米阿拉古娃娃杜白树，小孩拿钱。对，那个孤没有意思嘛，对不对？好，老师，我现在请你分辨，用你的语感分辨哦。古逆是
这个小孩或这位小孩，没错嘛，古尼嘛。係那吉尼阿娃娃，我可以翻成这里的小孩或这个时候的小孩吗？ Gini awawa, Gini awawa, 这里的小孩，或者是这个时候的小孩。 Gini awawa。我的认知是可以，就是你有没有感觉它有空间或者是时间的感觉？你讲吉尼的时候，吉尼阿娃娃，这里的小孩，这个时候的小孩比较乖。你有没有吉尼？有没有这种感觉？这里或这个时候 Gini 有哦，有哈？那你古尼阿娃娃就没有空间的感觉哦，是指这个小孩是不这位是？小孩，对所以老师，你的语感是这样吗？就是说，对，我的吉尼的话语感有时间跟空间的感觉，对不对？如果是仔细的去想是有啦。通常我们讲Gini就没有想到说是有时空跟时间的那个差别。老师，比如说我讲说这里的部落哈，和这个部落你会，比如说这里的部落你会怎么讲？这里的部落，这里的部落对， Gunian a Niaro， 或者是哦，你用 Guni a Gunian 啊 Niaro， 对老师，如，Gini 果 a 你用 Niaro， Gini a Niaro， 你会怎么翻？ Gini， 我们很少讲 Gini 呢，只是听 Gini 人家对。你是用没有几对，我都用 Guni a Niaro， 还 OK， 那好，问其他的老师看有没有常那其他的老师的这3句，大家对这个中文的翻译有没有意见？凯绵，请问一下你的第一点，这个对米阿拉古尼，这里你翻译成是这里，这就斜线说你也表示说这时的小孩是吗？对对对，可是这时。给力就是比较有时间跟空间的概念，古力的话就单纯是这个、这位、这个这样子。你们的口语上讲给力的时候，比如说以低呀吼那个以低呀，不会说以都呀吼，不会这样讲嘛，因为低就是会有时间的概念嘛，以低呀吼有没有？你们不会说以都呀吼，不会这样讲，对不对？那个低说讲一滴呀吼，是不是有时间的概念？哦，对，你们会不会讲以都呀吼？不会这样讲哦。不会呢。对，我现在想要跟你们讲的就是这个，我们阿美族讲 gi ni di 的时候，有那个 i 的音的时候，比较是表示时间跟空间的感觉。哦，你是这样分析的，我们是好，没有想没关系。到老师，我既然已经讲到了哈，那你再念念看这个哈，我们都已经讲受格了。好，老师你讲这3句。还比较句子比较这一句3句嘛哈。好，老师等一下，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句子比较。句子比较一这个吗？这里，老师你帮我念这个。哎，这里啊，我这边没有句子哦。啊，这里，老师这3句，对，好。句子比较3这里3句，好。第三，马乌拉嘎古比亚阿娃娃，我喜欢那里是或是时或是远的小孩。3之1，马乌拉嘎古比亚阿娃娃，我喜欢那位小孩。3之2，马乌拉嘎古杜阿娃娃，我喜欢小孩。对不起，老师，那个啊没有，我把它删掉一下哈。好。好，老师你帮我看一下这3句哈。比较3哈。比较3这3句。太多了，不知道跑去哪里。啊，这里。我刚念的是这3句嘛。好，老师，这3句你比较一下它的中文意思跟它的阿美语接不接近？
我看马乌拉嘎古迪老师，亚你那个什么，我先帮你把那个后面的或拿掉了哈，这样你念的时候会比。老师，你那个远你不要翻哦，那个远只是在告诉你那个底我亚比喜欢较远。那里的小孩，这样念就好了。好，对对对，我喜欢那里的小孩。马乌拉嘎古迪亚阿娃娃，那个没错。看第二3之1，马乌拉嘎古杜亚阿娃娃，我喜欢那位小孩。马乌拉嘎古杜娃娃，我喜欢小孩。中文是可以。老师你认同这个有 D 的时候，有 I 的音的时候，是不是比较表示有空间的感觉？有哦，那里是有对。D 呀，你 D 呀后 D 呀娃娃就是那里的那个时候的小孩。堵牙也有时空的。哦，好，是吗？在现场，也有空间的。对呀，娃娃是那个小孩不在现场嘛？哦，对呀，对，堵牙是不在现场，对，没错。不是古牙他可能在现场，他今天没有迪亚是那个时候的小孩。哦，迪亚爱后的小孩，那个时候的小孩，那个时候的嘛，对不对？没有。我把这个先改成那个吴老师的翻译哦。我现在就是要大家帮我确定一下哈。好，这边哦应该怎么翻哦？刚刚吴老师讲到一个重点。迪亚，这样子。迪亚爱后就是那个时候的小孩。那个时候对吗？哈，迪亚阿娃娃就是那个时候的小孩，对不对？对呀，就是那个小孩就不在现场，那个小孩不在现场哦。对呀，他今天没来，对。对，娃娃。没你的再不要写再来的再。啊，对对对。好，越来越清楚了哦。那个刚刚吴老师讲的语感里面，发现那个低雅的时候，就是有那个时候的那个有时间的概念，对不对？那嘟呀的时候，它是有在现场跟不在现场。在现场的话就用嘟啦，不在现场就用嘟呀。吴老师这样讲没错吧？我的想法是这样，没错哦。我们如果有在现场，我们会用嘟啦啊；没有在现场，我们用嘟呀哦。所以嘟啦跟嘟呀是它的分类，应该是在现场跟不在现场，对不对？那如果我们用迪亚的话，迪亚的话就是表示它是时间的概念。那很久以前的老人家，以迪亚很久以前的小孩子，对不对？吴老师，好，我的理解是这样，迪亚爱好，这样子可以哦。好，谢谢吴老师。我们回到主格的地方，我因为讲受格，大家这样子比较，我们回到主格。那个美惠老师，你再念一遍看看，就是说按照刚刚的说法哈，你的感觉是不是这个就可以了？句子比较一这里吗？好，第一句。米阿拉吉尼阿娃娃杜白树，这个时候的小孩拿钱。1之1，米阿拉古尼阿娃娃杜白树，这位小孩拿钱。1之2，米阿拉古娃娃杜白树，小孩拿钱。好，老师刚刚吴老师解释那个迪亚还有都亚跟都的时候，现在我们改成主格吉尼、古尼跟姑。老师，你这样子，我们反推回来，是不是这个中文翻译就比较正确？你觉得？是，有比较正确。这个时候嘛，比尼可以哦，可以。好，尼这位好，可以哦。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地方可以厘清了哈，包括马老师你的语感跟吴老师的语感。有 “gi” 的话，真的是比较有时间哦，甚至是空间的概念。那我们刚刚讲到“古辣”跟“古亚”哦，它比较是现场跟不在现场的观念哦。我们一般讲“古逆”一定是在现场了，
古尼一定是在现场。好，那我们回到刚刚我们最前面的问题哦。好，你看哦，所以啊，这个吉尼是怎么来的哈？我就是希望老师们先把句子的语感先确认，我们看一下，我们来分析一下它是怎么来的。其实它就是孤加一逆的缩写。一逆是什么意思？就是这里哦，一逆就是这里或这时一逆哦。那伊拉古伊拉哦，就变成吉拉。那第二个问题哈，美惠老师，你帮我看一下这个古伊拉，你们平常讲的古里拉是什么意思？古里拉，这个翻译推论不是他的翻译吗？古里拉那个，古里拉是你们常讲的古里拉，古里拉是不是那个时候的古里拉阿娃娃？那个时候的小孩可以这样翻吗？古里拉唐朝那个人，古里拉阿娃娃那个小孩，那跟古拉阿娃娃有什么差别？古里拉跟古拉，我这个想一下，古里拉那是有的地方会讲古里拉，古里拉有没有那个时候或者是那里的？有没有这个意思？古里拉阿娃娃那里的小孩，古里拉阿娃娃。我们通常会加古里拉安阿娃娃那里的小孩。对对，没关系。加个案也可以，老师，我的意思说，你讲古里拉的时候有没有特别说是那里的？那里有没有？有，古里拉那里有没有空间的概念？我现在想要确认，因为古拉没有空间的概念啊，古拉只是说在现场的那个古拉。那古里拉有没有说那个？有比较拉长时间吗？是。他就是有点，就是说，哎，那个时候的时间性，那个时候的人哦。对。古里拉是不是那个时候的人？古里拉阿当告。是。有没有这个意思？因为这个是推论的，因为我不知道古里拉是从哪边冒出来的。可是你们没有发现这个古伊拉念快一点就变成古里拉了，古伊拉就变成古里拉了。古里拉案。对，哈利克老师，古里拉案有没有？你的语感里面有没有那个时候的或那里的人？古里拉阿当古里拉安阿当有没有那个那里的人或那个时候的人？对啊，也可以说那个时代的人吗？古里拉安，我可以讲说应该是怎么讲？你讲说是过去式吗？古拉安就是那个时候的人。古里拉安阿当那个。就是过去式，对，有没有这个意思？我现在想确认，或者是那里的，或者是那个时候的这样。那里的，因为我们现在平常很多人讲古拉、吉拉、古里拉都没有分得很清楚，我们的学习者会很困惑，到底什么时候用古里拉，有什么时候用古拉？对，如果你们的语感它有空间的概念或时间的概念，就没有错了。古里拉是吉拉的意思，也是孤加伊拉的意思，它其实就是那个。对呀，吉拉安，时间。有时候那个古里拉有时候是为了押韵，唱歌的时候啊，为了那个押韵的关系，我们会加一些东西。哦，我懂你的意思，多一个音跑出来了。对，那个音。为了唱歌唱起来会比较顺，我们会多加一个音在那里。哦，我知道那个连长老师讲的，对。娃娃的古里拉娃娃的，他会为了旋律会加一个重叠。就像我们平常我们讲是改音，可是在歌词里面我们就会有改有韵，是吗？
对，对为了美，对的，对呀，多一个。为了押韵，这个古力娜有可能是因为为了唱歌多出一个音节。对呀。哦，那吴老师，我问你一个概念，说那古力娜，你认为它是，就像你刚刚翻译那个什么低呀是那个时候的古力娜，有没有时间的感觉？古力娜对啊，有时间的古力娜那时候，那时候的那个调解的时候，那个怎么样？古力娜那如果老师我们说古拉阿嘎印就是指那个小姐嘛，它没有时间的概念，是指现场的那个小姐嘛，古拉阿嘎印嘛，对不对？那古力娜阿嘎印就是说啊，那个时候的小姐特别漂亮。没有，古力没有那个意思，只是那个小姐押韵的关系在这个意。哦，所以古力娜也没有时间的概念哦。古力娜娃娃也是都是一样啊。改名我看呢，吴明义。那不好意思，我那个古力娜的意思，如果我们用中文改，就是这样，会不会比较贴切一点？金川老师哈，金川老师你重说，金川老师你重说。我的意思是说，古力娜我们就是用就是这个翻译，会不会比较贴切一点？这样，古力娜娃娃就是那个小孩，就是 OK， 它是既然是指示代名词，我觉得用就是的方式，这样可能会比较贴切啦，是这样，我个人的意见。OK， 好。古力娜，所以吴老师刚刚念过了，也好像有发现没有时间的意思哈。凯明，我在查了那个吴明义的字典，他写古力娜等于是古拉，没有错哈。所以吴老师的推论是正确的，古力娜应该就是为了唱歌或者是押韵的方便，多了一个音节。对嘛哈。好。那没关系，我们回到这个这样子就没有错。我之前也是有这个疑问哈。我们回到4之3之2哈。好，我们看看哦，我们刚刚就是有提到那个古拉的用法哈。我先把它进入编辑状态哈，直接在后面改。那个美惠老师，你帮我念一下这个例句2，还有2之1。还例句2，3句吗？好，对，2句2，好，2句。2之1，对。还米阿拉古拉阿娃娃多沙邓，那位小孩拿菜。2之1。米阿拉古拉娃娃多拉邓，那位小孩拿菜。老师，我们有加啊跟没有加啊都对，对不对？米阿拉古拉阿娃娃多拉邓，米阿拉古拉娃娃，我看一下，米阿拉古拉娃娃多拉邓。米阿拉古拉阿娃娃多拉邓，有啊的话是针对一个小孩吗？没有加是那些小孩。应该。他这边的意思是说，古拉是古拉啊的缩写啦。念出来的时候那个啊就自动省略了。我觉得那个啊有在的时候是用指的那个小孩。古拉阿娃娃指的那个小孩，指着那个小孩，就是那个小孩拿的，这样啊。用指的，用手指的。阿娃娃。没有啊呢？没有啊的话就古拉娃娃多拉邓。米阿拉古拉娃娃就，米阿拉古拉娃娃对吧？很像一样。我觉得它只是一个连接词而已啊。对，应该是一样的，只是说，我现在古拉啊，我这边的逻辑是它被缩写了，是那个啊被省略掉了。娃娃，米阿拉古拉啊，米阿娃娃，阿拉古拉阿娃娃多拉邓。一定要有啊。
古拉瓦瓦多拉登。如果是正式的书写最好要有啊啦。那口语上是因为古拉古拉就是会变那个啊，前面的啊跟后面的啊连在一起，就懒得念，就变成古拉。这两句都是可以的，是吗？对，老师，我问你啊，你古拉娃娃、古拉娃娃跟古拉阿娃娃，你是不是平常也会少念 a？ 对，啊，你也对啊。没有关系，我们的重点不在这边，因为这个缩写的部分，我们前面已经验证了它有点是古尼啊变成古纳，是那个缩写造成的。好，老师，你再帮我念2之2。好，2之2，米阿拉古拉拉，哎，对，那这在的米阿拉古拉拉阿娃娃杜拉登，加了一个，多了一个拉，是吗？古拉拉，对。米阿拉古拉拉阿娃娃杜拉登，很少这样念呢。老师，我问你，那位小孩呢？听过有人这样念吗？其他老师有这样念吗？没有呢。好啦，古拉拉，好，古拉拉比较没有听懂。所以你们不会这样念老师，我改一个音就好了。好，老师你再念一遍。米阿拉古里拉阿娃娃杜拉登，对，是有啦。对。古里拉是古里拉才对。那这一句话是不是刚刚金川老师有讲，就是那一位，是不是这个意思？对。有哦，就是那位小孩。所以我们不会讲古拉拉，对不对？我们会讲古拉拉安。如果是古拉拉安那些小孩，我们会加 an 啊。米阿拉，米阿拉，米阿拉古拉拉安。你刚刚讲古拉拉安，你有这样念哦？古拉拉安就那些小孩拿菜，古拉拉安阿娃娃那些。你真的会这样念的？古拉拉安呢？如果是古拉拉是没有，古拉拉安。古拉拉安有。有，我们那边是这样讲，古拉拉安就是那些小孩拿菜。那真的有呢，不是没有的，还是有呢。古拉拉安有。那我想请问其他的人有没有古拉拉安的说法？还是只有古拉安？对呀，古里拉安或者古拉安。没有，我现在想要比较没有听到。有没有人有古拉拉安的说法？像我们部落就会讲说，古拉拉安都阿娃娃古米达高歪，古米阿拉爱讲古拉拉安都。没关系，美惠老师，你再帮我念2之3。2之3还米阿拉古拉安阿娃娃杜拉登，就是那位小孩拿菜。那位啊？对，就是古拉拉安是强调吧，他老人家讲古拉拉安就是强调那些小孩，可能是古拉安，他一定要非要强调那些小孩，他会增加一个拉拉会重叠，古拉拉安拉拉会重叠，对不对？对。老师，我现在帮你改2之4哈，你念念看，我这样改是不是你刚念的句子？好，米阿拉古拉拉安阿娃娃杜拉登，就是那位小孩拿菜。那些吧，就是变成。老师，你那个古拉拉的话，就变成是一堆人的，不是一个人，对不对？对呀，他就变成说一定古拉拉安的阿达姆拉，或者是那位吧，应该是指定那位古拉拉安，就是确定就是那个人了，就是强调。老师，你要确定的，到底有没有？对，古拉拉安是没有辅助，一个人哈，一个，先确定一个古拉拉安。他一个讲古拉安还不够，他一定要讲说古拉拉安。好，老师，我现在回到前面这一句话哦。好，老师，你帮我念一下这个1之2。1之2，米阿拉古尼尼阿娃娃杜拉登。对，就是这位小孩拿菜。如果我念古尼尼安呢？可以啊。也可以，是不是？对，米阿拉古尼尼安阿娃娃杜拉登。好，老师，我再问你另外的，
如果我说古牙牙案可以吗？古牙牙案没有了呢，就古尼尼案、古拉拉案这样。没有古牙牙案哦。可能是他们以前过去有就没有听过，那是指我们那边的说法。好，没关系。我现在想要问其他人哦，刚刚你们听到马美惠老师有提到古拉案、古拉拉案可以，古尼尼、古尼尼、古尼尼案也可以。有没有人有不同的说法，或者是对这个说法抱持着有怀疑的感觉？我是认为啦，古拉拉案的话，好像有讲说多数的意思嘛，可是好像很少听到，几乎都没有听过呢。古拉那老师，拉案，你比较听到的是不是古拉案？哎，古拉案、古里拉案，或是古拉案，哎。好，老师，等一下，你又念出我一个新的意见是这样。老师，你也会念古里拉案，对不对？对对对。OK。就确定那个小孩是这个小孩拿的啊，哎呀。所以老师，你们只要在后面多加了一个案，就是表示强调的意思，对不对？对对对对。所以古里拉是那个，跟古拉是一样的意思。那如果古里拉案就是更强调，对不对？对对。因为我们那边很奇怪，就古拉拉案很少听到呢。那是以前我麻木都这样讲，古拉拉安都。没关系，你没有听过后，表示可能那个部落使用这个词汇比较少。对呀，不误会是没有了。那个美惠老师那边哦，就是有这个古拉拉，比较喜欢加古拉拉案，对吗？他们美惠老师，我问你们哦，那你们那边有古里拉，也有古里拉案，对不对？有古里拉案以来有。OK， 那现场我问各位哦，有没有人听过古牙牙案？古牙牙案有没有听过古牙牙案？没有听过古牙牙案，就听没有哦，没有。OK， 只有古尼尼案、古拉拉案、古里拉案。哦，那古牙案有吗？古牙案有哦。古牙案阿当告有吗？古牙案有，但是没有古牙牙案，有没有？牙牙案的肯定牙牙案就是原来那个人，就是原来的那个人。还是有哦。哦，还是有呢。牙牙案的当烧这样。对呀，原来的啊。我知道了，我的口音讲得很不标准，古牙牙案是这样讲吗？古牙牙案都这样。哦，就是没有改变，是那个人呐，还是原来的那个。对，呀呀，对，就是原来的那个最原先的那一个人嘛，对不对？对对，就有。你的呀呀呀呀那都呀呀都那是这样来的吗？古呀呀安都古呀安都好像有那个名。看吴老师就想没有，吴老师的口音一出来就有了啦。对啊，真的哦，还是原来的我啦，就是原来的我。古呀呀安都嘎古还是原来的我，变成要翻译成原来，对不对？原来的了，没有改变。不是说乌呀南都，呀呀南都，乌呀南都嘎古，乌呀呀南都，呀呀呀呀，乌呀呀都，乌呀呀南都有了，乌呀呀南都有。哦，因为老师你后面有加个都啦，可能你连在一起，就因为你们习惯有加都，所以以为没有这个字了。哦，对，乌呀对啊，南都。像你们讲那个一滴呀，都会加个 ho 嘛，一滴呀 ho， 你们不加 ho 很怪啊。对，我们一定要加 ho。哇，这边谢谢吴老师呢，还是有古呀很难念。总而言之，古呀，它的呀，就是原来的意思哈，别变了。那个古雅亚，它本身的意思就是说，在很久很久最早以前的那一个，就是原来的那个，就有点像是那个原来的那个。吴老师这样翻译对吗？对啊，
就是原来的，以前到现在就是以前那个一样嘛，原来最原先的那个，对不对？古雅呀都是原。那个校长讲的，呀安都。尤其在叙述一个人的那个行为的时候，就会说他根本没有改变，就会讲说古雅安多这样子。对，古雅安都这样哈。古雅都。哇，老师你们谢谢你们这个，你们加起来有快200岁的，一定是对的啦。对，还有多讲几次就有了。那个200岁的还是很厉害的。凯明那个，小班老师你说，那个还早。那个吉尼那个哦，我吉尼是有一点怀疑的意思啊。哈吉尼这样。吉尼有，老师那个我知道，我查字典那个吉尼哈。它也是有你讲的那个意思，就是有一种怀疑的。我们先不讨论那个，我们先讨论的比较是说这个那个这里这个时候那个时候这样子。因为那个吉尼它其他像有吉亚还有吉拉都有那个别的意思，他们都有别的意思。吉尼，好，太好了，那个。刚刚那个我们所有的那个问题已经把一个东西都推翻掉了，就是说古伊拉它并不是延伸出古里拉的原因，那个全部都要修正所以古里拉我们终于出现那个吴老师的推论是，很多时候是因为在那个歌唱的时候，或者是某特殊的时候需要押韵的时候，古里拉才会跑出来，它原来就是古拉它不是吉拉的变形所以这个地方都不对，都要删掉了同理可证我们这边都有推论，这个都不对了努里拉也有这个字努里拉也不是，它是努拉的意思。还有这个杜里拉杜里拉也不是迪拉的变形它是杜拉多了一个音节。这边都一样所以老师你们这样子，还有乌里拉也是一样，它是乌拉多一个音节。这个都要推翻掉。好了，我们今天不要讲那么多，我怕那个现场的旁听的他会觉得我们讲的这个，我希望大家开放现在我们开放给各位10分钟有没有人呢？就是听我们这个教材编辑的部分呢，有没有觉得听得很吃力真的很不好意思。不过我很想听听各位的意见。我们现场有吴老师、马美惠老师、小白老师、阿力克老师、金川老师、马里盖老师，其他我没有念到的不好意思。还有米粒老师，对呀，都可以给我们很多的意见。现场如果不是我们编辑团队是旁听的。有没有想法跟建议要给我们的，方便你们能够比较能够融入跟我们一起参与这样？有没有？秀兰呢？秀兰怎么没有？秀兰下去了。还是不好意思？有没有想法？还是觉得在旁边听听就当收听节目一样这样子，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没有啊，好了，我想大家也是比较害羞了。那我们今天很重要的，因为那个我们厘清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孤逆，孤逆，我从头讲孤再加一个逆孤逆，或者是基逆意思很像但是中文翻译就是不一样一般我们的孤就不翻译但是如果你用孤逆的话，就是这个；如果是基逆就要翻成这里的，或者是这个时候的那我们现在有这样的共识，我们下礼拜
基于这样的基础哦，再往下讨论，好不好？好，可以吗？可以。我想说，我们今天哦，讲太多了，我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对，我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在想要问各位的，因为这个只是代名词哦，我再把你们今天讲的部分哦，做一个整理，再把它整理完。好，应该差不多了啦。想说大家哈，今天也是讲的蛮多的，而且很丰富呢。哦，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哈，就是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画面哈，我们的格位标记啊，一共有4个单元哈。第一个单元是正常的格位标记，就是咕、嘟、咪、叽、喳哈，这就是我们一般的格位标记。那指示代名词的格位标记就是古尼、古拉、古亚哦，嘟尼、嘟拉、嘟亚。努尼、努拉、努亚，哦，那人称代名词的就是基数嘎固哦，景拉，或者是努米数、努马固、宁拉，哦，还有复数的哦，什么嘎木，还有什么能拉、长拉，对对，还有排他性的叫做嘎密，对，那包含性的吉大，好。最后4之3之4哈，我们只能说这是我们自己发展出来的单元，你在其他的文法书是看不到有特别把古尼、古拉区分成基尼、基拉、嘟尼、嘟拉、迪尼、迪拉哦，有拆开来分辨的哦。那我们特别是把有 ti 的这个音的东西。把它分成什么？就是有时空的概念，就是这里的、这个时候的、那个时候的、那里的哈。那以上哈，就是我们今天这样子，我总结这样子。我们那个不知道我们现场的编辑团队对我这样的结论 OK 吗？就是我这样下这个结论可以吗？掌声鼓励。Pertama to malalica-lica kita na nutirangan kebanaan atau niaroh， 那我们就知道其他地区的说法还有讲法，所以我们更多的了解各地区的语言。对，集思广益，还能古说啊达摩南。对，老师，那吴老师，我们这样的中文是不是在翻译上就比较精准了？应该是啊，是哈，OK， 好了，那吴老师，你帮我们做个结语啦。我们今天可以比较早下课，因为我怕大家的脑袋要烧掉了。今天讲的真的比较多，烧脑。Hai miarai ka kuto pi kaputaan ini atatayaan iti calay hao. Ane cacay ka caciaw kiso ka sumual kiso hao i. Malipahakai kami ani kaput kiso. Miarai ka kuto yan pa ini ay ito na palutuan. Fana miso anini atatayaan. Hanay anu cil alipay hao i hanan namita kupaluto ani kaput tunina ka icalay amalali cay hao. Tama masungi rato ko misangaan namita aciaw cay. Hati ni kuswala ko ani atatayaan. Hey, aku suara namo ira cimarikai hakasito fansado pangyahaan ho kami。马里盖有在吗？刚刚有在啊，怎么不见了？下线了，下线了。好 ，OK 了。那就今天晚上辛苦大家了。下个礼拜kakapawan好。对，一定要来哦。来。好，那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这边结束哈。好，谢谢各位。下课了。对。Salamat ko puti ani ni atatayaan. Hai. 我们就下线哦。